今日咧有一本新書想同大家玩下，佢係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因為咧，我哋日常生活中啦，唔知大家會唔會見到好多比自己厲害嘅人啦？我相信日常生活中都有嘅。尤其是咧，可能有一啲人會比你有錢啦，有啲人又聰明過你啦，有啲人出名過你啦，有權過你啦，有能力過你啦。唔知道大家有咩諗法？我自己咧好常咧都會有一個咁樣嘅聲音出咗嚟嘅，就係如果係佢就好啦，係啦，咁我就可以有佢嗰啲能力啊、資源啊各個項項。即係如果用一個例子嚟形容咧，就係 JB 你有冇炒股嘅習慣啊？有，交學費多。咁我想問下，即係作為股民嘅大家啊，如果你係有炒股嘅，咁我想問下，你會最羨慕嘅係咩人咧？我最近真係聽咗個例子，佢有小朋友，仲要係3個，仲要喺外國，佢咧靠炒股咧可以養低活兒，真係好勁啊！呢啲係啊，咁又或者甚至乎，如果大家如果真係講炒股，定係不得不提一個人啊，巴菲特。咁啊，而巴菲特咧亦都出咗好多本書啦，有咩俾股東嘅唔知幾多封信。尤其是好多炒股嘅朋友咧，都會覺得哇，真係偶像啊！但係咧，你又會覺得咧，如果佢嗰啲書真係咁堅，咁就世界上冇窮人啦，係咪？咁延展到去我哋生活上啊、工作上啊，或者係各個行項，咁可能你會見到自己花咗好多辛苦啊、努力啊，咁但係你又好似未見成效，反而你唔知點解隔離嗰啲朋友或者身邊嘅人咧，可能好快就可以做得好好嗰件事。咁啊，我自己咧就睇動漫睇嘅時候咧，成日都會見到入邊啊有唔同嘅英雄啊、角色啊咁樣。雖然咧有陣時啲主角咧或者啲角色咧，的確會做好多白痴嘅嘢，好傻嘅行為嘅。咁我亦都成日咧去吐槽呢啲角色咧，有咩其實咁做㗎咁樣。咁但係咧，永遠佢哋都能夠化險為夷啦，永遠都能夠做到自己想做嘅嘢，達成到目標啦，永遠都好似唔識得放棄咁，永遠都會迎難而上。我睇佢哋嘅時候咧，亦都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如果係佢哋咧，咁又幾好。咁啊，大家好啊，咁我係 Justice， 咁我係 JB。因為咧想同大家介紹本書咧，叫做《故事思考》。呢本書咧其實好正嘅一樣嘢就係咧，佢可以透過去設定一啲角色，可以去幫你達成你想要行嘅嘢。呢個概念咧聽上去咧神乎其神，係咪？咁我當初咧都係俾嗰本書咧上面又寫住咩，令到過程更加精彩，專屬於你人生嘅設計術。又講到咧你可以你做唔到嘅嘢咧，過唔到去嘅位置咧，故事嘅主角可以輕鬆做到。咁如果你成為故事嘅主角咧，就俾佢呢幾句説話咧就吸引住我，就究竟咩書咁把炮啊？睇完之後咧，咁我發覺咧，其實好多嘢又真係有好明確嘅方向嘅。先同大家介紹下啦，咁呢本書嘅作者咧叫古川健介啦，係一個日本人嚟。JB 啊，如果你啱啱新買一個電器翻嚟，電器本身有一本細細地嘅嘢，嗰本嘢你會點樣去處理？通常我唔睇喎，我唔知點解我好憎睇說明書喎，我中意咧自己去慢慢摸索嘅。OK， 咁咧好得意嘅呢個作者咧，佢覺得咧說明書咧一件好正嘅嘢嚟嘅，因為佢話咧說明書係可以令到一個完全唔識得用嘅人，跟住佢用就可以做到啦。咁跟住咧，佢又反觀咧一啲日常生活中好多嘅一啲商業書啊，點樣教你成功啊，點樣教你做好多嘢啊，發覺都唔好用啊。因為咧佢中間咧有好多人咧，即係講埋啲精神鴉片啊，揾出自己中意做嘅事跟住樂在其中咁樣，唔好驚風險而唔去行動，會帶俾到大家好多好激動嘅感覺啊。但係過後又如何呢？咁大家好似都係未行到去嗰一 part， 即係本書咧亦都佢講到明㗎啦。有啲時候咧，就算你叫我去做啊，我都唔知點樣做起啊，都唔知道叫我採取行動，你都做唔到啊。呢本書嘅定位係一個指南，意思即係咧，希望任何人跟住呢本書都可以做到嘅效果。作者咧，佢寫呢本書嘅時候咧，佢亦都有一個願景嘅，佢就係希望呢本書咧可以成為未來10年嘅暢銷書。咁呢本書咧，其實佢就係同你講咧，我哋要有一個自己嘅角色。只要你有一個角色，你就可以透過呢個角色去行動，去處理日常生活中嘅問題疑難。佢講到好勁啦，咁點樣做咧？咁佢話咧，你創作故事思考嘅時候咧，佢有5部曲嘅。第一，你需要咧解開你日常生活中嘅一啲限制。第二咧就係你去設定一啲角色。第三咧就係要令呢個角色去行動。第四咧就係令到呢個角色咧有活躍嘅環境。同埋第5點樣去推動呢個故事。
其實最終係所有嘅讀者，你用咗呢本書嘅內容之後，你可以以一個第三身去行動，用一個讀者嘅視角咧去看待、去觀察你身邊日常嘅嘢。先講咗啦，自己都中意睇漫畫、睇動畫。韓國咧就我自認為啦，有3大巨頭咧，我係必睇嘅。今日推薦其中一個就叫做《全知讀者視角》。咁佢講述咧一個主人公，咁佢本身就係碌下手機睇一啲網絡小説，最後咧發覺佢自己唔知點解進入咗一個小説嘅環境裡面。咁透過睇開嘅一本小説嘅一啲指引啊，或者一啲嘅情節咧，令到佢自己可以幫佢哋闖關啊，或者即係面對唔同嘅難關咁。如果我哋人係可以跳脫開呢一個自己呢個角色，去更加睇清楚自己行動嘅話，咁又會發生咩事呢？一般人知道可能有好多唔同變化要做，點樣幫自己去進步啊，改善某啲嘢啊。咁啊，唔知 JB 有冇咁嘅經驗咧？我好贊成，即係變化。我由細到大咧，我阿爸講一句咧，入咗血㗎。變幻才是永恆。咁似鄭少秋嗰啲 friend 嘅，變幻才是永恆。係啦，入咗腦啦，所以我覺得變幻一定要。係啦。OK，咁你有冇試過有一啲嘅諗法係想去做，但係做唔到啊？都有㗎，我成日好多諗頭啦，但係真係得個諗字。當要落地嘅時候咧，就棘住咗啦。咁你因乜嘢而棘住咧？ comfort zone， 我覺得係有時好享受當下嗰個有嘅嘢啦。咁我做咩要跳出去咧 ？OK， 非常之好啊！因為咧，作者佢講到咧，原來我哋人面對住一啲我哋想要行嘅嘢，想要爭取嘅嘢，點解遲遲唔肯行動咧？佢歸納出3個令人不安嘅一個大原因。第一個就係叫做其他人嘅目光，就係咧會擔心咧如果我失敗咗，係咪真係引證咗自己一個失敗嘅人咧？或者有啲朋友可能會覺得我如果去做呢樣嘢唔係唔得，咁如果發現最後唔適合我咧，咁最後我因為唔適合而離開，咁會唔會俾人覺得睇唔起啊、半途而廢啊？咁甚至乎咧，佢又話行動本身係咪一種奇怪嚟嘅咧？因為咧作者本身係日本人啦，咁大家知道可能喺日本嘅文化裏面咧，如果你做一啲好奇特嘅嘢咧，呢個行為本身已經係可以引嚟其他人嘅質視啊，或者係甚至乎係一啲冷眼旁觀望住你究竟發生咩事啊，甚至覺得異類咁樣啦。咁啊呢個係第一個大原因啦。第二個大原因咧就係對未來嘅不確定啊，即係我呢個做法係咪真係咁值得依靠咧？我呢個做法係咪真係可以做到我想做嘅嘢咧？嘅呢種所以會原地踏步啦。第3種咧就係維持現狀啊，因為亦都係頭先 JB 嗰種嘅情況啦。我自己理解咧，即係面對住一啲損失，同一時間咧又會因為確定咗嘅一啲情況引起一啲偏誤。即係譬如我而家正常去揾一份工，有一份好穩定嘅工作去處理。哇！我如果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咁我真係面對風險有機會唔得，甚至乎有機會輸突嘅喎。咁啊變咗唔去行動啦。咁啊而故事思考咧，佢亦都係好正嘅一句説話，就係咧從你想像自己最理想嘅狀態開始嘅。呢句意思係乜嘢咧？唔係用你想做啲乜嘢去開始，而係你想成為啲乜嘢，唔係 do 而係 be。你想成為啲乜嘢？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你會有好多唔同嘅枷鎖啦，都需要去拆解。好得意嘅，因為作者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比較出名嘅一個創業家啦。咁有好多朋友咧，或者好多客戶咧，會揾佢做啲商討啊、商量啊。佢曾經咧有一個客戶係咁樣嘅，揾到過嚟啦，會有啲唔同嘅問題啦。作者就同佢講：咁好啊，你試下想像下，如果錢已經唔再係重點，或者所有嘢冇限制，你想賺到幾多錢啊？咁但係呢個客戶咧咁樣答佢：我600萬到啦咁樣。咁樣作者又會好奇怪，即係我明明同你講咗係冇任何枷鎖噶嘛，咁但係又會好限制自己600萬，明明你可以 up 1000萬、2000萬、1億、2億都得，點解會600萬嘅咧？咁啊就 sense 到咧呢個人咧，原來係俾好多身邊嘅一啲限制困住咗。如果你越設定自己想理想嘅狀態咧，你係要以未來做一個嘅矛點去決定。因為好多時咧，有啲朋友咧會用過去嘅經驗嚟決定自己未來做乜。例如我過去讀大學讀咗心理學某個專業咁樣先算，咁我未來一定要從事翻同心理學相關嘅嘢，或者我最理想嘅嘢一定係同心理學有關。佢嘅意思唔係咁樣，而係你真係未來想成為啲乜嘢嘅狀態。因為中間咧呢兩樣嘢咧，看似都係對你現在有一個推動力。佢話咧，
如果以前者即係以過去經驗嚟講咧，其實係會令到你更加傾向變成一個更加穩定，甚至乎形成一種慣性，會令到你去更加難去向前。但係相反咧，作者就話，如果你用後者，即係你未來想成為啲乜嘢呢個狀態咧，係對而家咧係更加有一個吸引力嘅。咁同一時間咧，佢亦都講到啦，你點樣去將呢一個想成為嘅狀態更加具體咧？或者我咁樣問下 JB 咧，如果假設我而家同你講，你最想成為嘅一個狀態或者目標，我健康緊要嘅，我都好希望就係大個咗，可能10年後或者20年後，我個體能可能都有啲下滑嘅，但係都可以做到可能去跑步啊，去做運動，我係想做呢個咁嘅效果。OK， 都一個唔錯嘅理想狀態啦。佢就話咧，如果你可以更加具體咁樣去講出嚟。所謂具體係啲乜嘢呢？我轉一個例子啦，有啲朋友想住洋樓養番狗揸個林寶，咁但係問題就係你有冇去親身掂過呢部林寶先？因為呢本書呢，其實佢不停強調住一個好重要嘅詞語，就係解釋度。嗰個咩呢？個 mon 呢，究竟睇啲嘢清唔清楚呢？嗰種 resolution 嘅嗰種解釋度，就係咧，如果你越能夠具體講出唔同嘅細節啊，你究竟係 exactly 想要啲乜嘢嘅情況 ，exactly 想要啲乜嘢嘅狀態，越細節，甚至乎細節到去你想着住啲乜嘢衫，着住對咩鞋企上去，越細節嘅話咧，佢話代表你呢個狀態咧就越靚，因為咁樣咧代表你越清晰你個目標。咁同一時間咧，佢就話咧，你想成為個狀態裏面咧，都會有一啲嘅少少嘅所謂條件啦，就係講咩咧？第一，呢樣嘢咧一定要對你極有動力嘅。你唔能夠就話啊，因為個個都想買樓揸車咁，我咪又買樓揸車咯。咁但係你問下你自己係咪真係？如果俾10分你係咪真係10分滿分去想做呢樣嘢，去獲得呢個動力咧？本書亦都提到佢話有個位置，如果你點樣去諗出你想要嘅狀態，你可以從你唔想成為啲乜嘢去諗呢個狀態。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咧，你如果你成日都諗唔想做啲乜，唔想做啲乜咧，你又好似未去到嗰樣嘢，但係咧佢又講到咧，其實你要將呢樣嘢調翻轉去陳述翻出嚟。我唔想成為一個冇禮貌嘅人，咁你寫咗呢句之後，咁你就知道要將呢個點樣翻譯㗎？就我想成為一個有禮貌嘅人，用一個咁樣嘅形式去記錄低，跟住最後咧就係咧呢個狀態裡面咧，記得你係毫無限制嘅，咁你先可以寫得出最精準、最理想、最符合你願景嘅一個狀態。咁再用呢個未來咧去反推翻你現在做啲乜。同埋我聽到有時候有啲調節入邊嘅喎，即係例如好似頭先你講話，我就要去林寶堅尼，好想追求一樣嘢啊嘛。可能你當你坐咗上架林寶堅尼嘅時候，你發覺法拉利正啲喎。係啦，冇錯。由中間咧，我哋想設立嘅理想情況咧，其實有陣時真係純粹係一種虛幻想像，甚至乎係只不過係俾人即係鎖定嘅，即係未必係即係作者講嘅。但係咧，我哋可以想像到嘅就係咧，好多人同你講你要點樣先成功，你要甚至乎你喺街邊見到個林寶，你就覺得哇，我好想要啊一個。但係其實當你揸咗上去之後，你想像下你擁有呢部車嘅時候，你就覺得嚇咁低，停車場都入唔到，得2個位買餸都唔知擺喺邊度咁樣。咁你其實你就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啦。咁你就會變咗你追求嘅嘢，原來你唔係真正想追求。你想要嘅嗰個真實狀態，其實根本就唔係你想要嘅真實狀態啦。咁你就變咗，其實你花咗好多時間追求啲唔係你想要嘅嘢咯，係啦。咁同一時間咧，咁你話啊，頭先有一個例子咧，就講到即係 JB 個例子都算好話，希望咧未來咧就算體能下滑都可以做多啲運動。咁但係頭先我哋嗰個例子就太過離地啦，係咪住洋樓養翻個仲要揸個林寶添？咁點樣去實現呢樣嘢咧？咁個意思咧就係你將佢拆細佢，由低難度開始着手。例如咧，佢話如果你有一啲喺呢件事上面有啲咩限制，有啲咩顧慮，有啲咩擔憂，詳細寫晒佢出嚟，列舉晒佢。只要你寫晒出嚟之後咧，你就會發現咧有好多嘅內容咧，你係可以睇清楚究竟你點解會產生咗呢啲咁嘅諗法。有啲諗法甚至乎只要你寫咗出嚟之後咧，係自己會識得拆除嘅一啲限制。例如咧，可能你會寫啊，我如果要揾錢咁，我要轉數好快嘅喎，咁我轉數好慢咁點算？可能你寫得我轉數很慢咁樣，咁你就喺個時候諗啦，咁究竟呢樣嘢其實係一個事實啦，定係一種自我嘅詮釋咧？個概念分別在於，如果呢樣係事實，我轉數係慢，
係咁，我可唔可以調翻轉？所謂轉數慢，會唔會係代表我係其實需要多一啲嘅資料，我先可以做到決定？需要多啲時間穩重慎重先可以做到決定咧？你未必係轉數慢㗎，只不過你需要時間，咁你就可以轉咗一個唔同嘅方向去看待你呢一個能力啦。其次咧就係所謂一種自我詮釋，其實呢種係唔係一種事實啊？佢未必係一種事實，純粹係信念所形成。即係可能你會話啊，如果人哋鬧你，你不停鬧你，你都反駁唔到嘅，鬧唔翻人哋嘅，咁你就轉數慢，轉數慢嗰啲好蝕底嘅咁樣。咁你就會認為自己啊，我嗌交唔叻喎，就即等於轉數慢。咁其實當你理解晒所有嘢嘅時候咧，就會發覺其實根本我嗌交慢同快同轉數未必有關係。原因係在於，如果對方係完全無理取鬧嘅，咁我有咩轉數都冇用啦，係咪？我係同你講理據嘅人，你純粹做乜撞我，做乜撞我，做乜撞我？你重複10句咧，呢句我點樣覆你啫？呢個過程你就會知道，哦，其實我未必係轉數慢。用一個咁嘅方式去重新肯定自己，拆除自己一啲枷鎖咁樣咯。可能你要第二個轉啊，係轉身走，呢個可能更實際。咁可能係嘅，即係如果你現實中有咁嘅情況，咁你走啦，係咪？頭先講咗啦，當你設定好之後，你必須要去進行體驗嘅。咁頭先講咗林寶嗰樣嘢啦，佢個概念係點咧？你最好就係真真正正真係去揾個林寶坐低。咁咧，如果你問我咧，我會更加建議你咧，更強烈地去感受一個林寶。例如摸下個軚盤，摸下嗰啲唔同嘅掣，感受下嗰張梳化，聞下裏面嗰陣味，聽下嗰種引擎聲，係咪真係你想要嘅畫面？如果係嘅，咁恭喜你，你會將呢樣嘢錄入咗你去強化你理想狀態嗰個解釋度度。哇，冇錯，呢個林寶就係我想要嘅。至於你話要住洋樓又或者住大屋住別墅，咁你有冇去睇個樓先？簡單咪去睇豪宅咯，去真係望下。所謂一間複式嘅個空間，你啱唔啱你啊？或者可能你入到去發覺，哇，地方好大啊 ！PK 啦，清潔咪清潔死咗。呢個理想狀態未必係你想要嘅嘢咯，一定要諗辦法體驗咗呢個狀態先。係啦，咁你咪玩下啲 sales 咯，同啲 sales 去吹下水咯，係咪？咁我就講啲 sales，大家係咪喺個地產鋪頭裏面好悶啫？咁你咪同佢行下咯。咁啊，但係至於咧，依家炎熱嘅夏天，咁你行完出嚟之後會俾人打就唔關我事啊！佢形容一個概念就係務求你將妄想變得明確。咁樣提升呢個解釋度嘅時候咧，佢話最靚咧就係你分唔清究竟呢樣嘢係現實定係想像。譬如你體驗到個林寶，話嗰個林寶清晰到點樣咧？你根本你係發夢，甚至乎喺屋企你冇林寶嘅時候，你都覺得自己有林寶啊！咁個林寶嗰陣皮味啊，嗰陣除啊，依然喺你個鼻腔裏面啊，咁樣咧就可以牽動你個舒適圈啦。咁啊令到你啊，如果我真係有咁嘅林寶，哇！呢部林寶真係好正，好想要啊！係咁，我可以做多啲乜嘢？我會有咧。作者本身係一個早稻田大學嘅學生啦，喺日本都一個比較出名嘅大學。曾經佢做嘅嘢係咩咧？佢深信自己係早稻田大學嘅學生呢件事，咁佢未考到啊。咁我搞笑嘅嗰陣時咧，佢就先去不停睇咧唔同嗰啲所謂一啲經驗談啦，即係可能有啲講座啦或者各項性啦，跟住咧睇下心裏面入去想入個學校嘅嗰啲人咧，即係早稻田大學啲人咧咁樣讀書㗎啦。佢最開心嗰樣嘢咧，佢真係自己 set 咗一個網站俾一啲大考嘅學生咁樣。咁個網站就話咧聽住係好黐線呢樣嘢。我係早稻田大學嘅學生，各位有啲冇啲乜嘢想問嘅嘢？呢個概念咧，真係令我諗起咧，早前有一段影片咧 ，Amy Cuddy 嗰段 TED Talk，Fake It Until You Become It。佢個概念好癲喎，佢真係喺網上嗱，大家知道喺網上面你 GG 咗嘅成件事，即係社會性死亡㗎啦，係咪？當然啦，係匿名制嘅情況底下，咁下面見到哇，假設你係一個想讀早稻田大學嘅學生，你見到一個早稻田大學嘅師兄喺度喎，你會做乜嘢啊？不停咁問佢，我考呢間學校裏面我有啲咩要準備啊？呢間學校裏面有好多唔同嘅機制啊，或者個考試我要點樣 prepare，點樣去做好啲啊？個考試或者甚至乎我有一啲學術上嘅問題我唔識啊，師兄可唔可以幫手啊？咁樣咁，但係你要知道呢刻佢唔係啊，咁佢一定會見到一啲咩問題啊？因為會見到一啲你掟俾我唔識嘅問題啊嘛。咁但係咧，因為好彩佢係論壇，唔係一個 live 就玩完啦，係咪？論壇咁意思係我收到你嘅一個咁嘅 message，我係可以去就住呢樣嘢我唔識去揾資料。
再用一個早稻田大學生嘅身份去答你，慢慢去 loop 之後咧，佢最後咧咁當然即係佢講得出呢個故事咁，佢自己一個早稻田大學嘅大學生咁就講緊呢樣嘢就成功咗啦咁樣。咁聽上去就究竟係神話定係你真有其事咧？就大家見仁見智啦。咁佢自己咁樣講啦。如果你想像你最理想嘅狀態底下，你咪 list 好多嘢嘅，點樣令到自己嘅解釋度更加清楚嘅？但係呢個過程咧，佢就同你講咧，你唔好諗住打咗一個完美清單，完美清單並不存在。你需要嘅就係累積經驗同知識，累積經驗、知識、能力，為你之後埋下伏筆。因為咧，佢又見到咧，其實身邊聰明人，但係啲聰明人咧好多時都好似冇乜嘢特別做，即係冇咩特別嘢做出嚟。個效果好似我知道佢好醒啊，但係點解佢會係咁樣嘅情況嘅咁樣？咁佢亦都解釋咗呢個現象。因為啲聰明人咧好多時都有一個諗法，就係我唔想白費功夫喺啲冇意義嘅嘢上，我想每一個行動都攞最靚嘅嗰一步。咁久而久之就會變得咩？佢想做得比較聰明，呢種聰明係近乎咧病態地想預測未來。假設我今日想成為一個有錢人，究竟點樣成為有錢人咧？如果不停諗未來有機會有咁嘅趨勢，未來有咁嘅趨勢，未來有咁嘅趨勢，只要我今日做到咧，咁我就做啦。會不停無限延伸呢樣嘢嘅時候咧，係近乎病態地咧，咁你就自然你唔會有行動，自然會保持觀望，因為你越 care 呢樣嘢咧，你越難去行咧。你一行咧就會知道如果即係翻返去頭先一開始嘅嗰3個原因咯，就係我咁樣做咗失敗咗會點？終於去到第2步啦，就係設定角色，對於自己嘅身份認同。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原子習慣》呢本書啊？有。《原子習慣》呢本書都幾出名嘅係嘛？咁佢裡面其中講到嘅就係咧，我哋日常生活中嘅行動累積起上嚟，最後就會變成對自己嘅一種認同。咁而呢本書咧，佢係將呢個概念咧調翻轉，或者叫做優先享受咗一個概念，就係叫做我係一個咁樣嘅人，而作出咁樣嘅行動。概念例如係咩咧？就係有2種人嘅，OK，俾大家估下啦。一種咧就係假設而家有人遞支煙過嚟，咁同你講，食支煙啦咁樣。一種咧就係同佢講我戒咗煙㗎啦咁樣。第2種就係我唔食煙嘅。你覺得邊一種人會容易攞起支煙嚟食啊？戒煙㗎嘛？冇錯啦。調翻轉咧係同其他人講我宣明我戒咗煙嘅人。因為咧呢個概念咧就會有一個漏洞嘅，就係你戒咗煙，即係你識得食啦。OK， 你戒咗煙，咁其實你自己心裏面都會有一個咁諗法，係我識食啦，只不過我戒咗，係咁戒咗，你再掂翻呢件事係容易過你將自己定義為一個我唔食煙嘅人，唔識食，唔會食，更加容易地去做到你要嘅戒煙行為。或者達到你想要嘅效果，你咁理想效果係要戒煙。第一樣嘢，你就必須要同自己講，我係一個唔食煙嘅人，或者戒賭或者戒酒同樣道理。咁同一時間咧，佢就話咧由呢個角色去行動，並且去維持佢嘅。因為咧佢好得意嘅，佢話咧當我哋設定咗個角色嘅時候咧，咁呢個角色咧其實係會有自己嘅個性、傾向，甚至乎願景都有嘅。傾向同願景咧，我就自己推敲出嚟嘅。佢話咧會有自己嘅個性。佢講緊咩咧？因為角色咧本身咧係一個好奇幻嘅嘢嚟嘅。咁咧作者佢亦都用咗一個例子嘅。佢話咧有一位先生啦，叫做矢澤永吉。佢同呢個人傾偈，或者佢去睇呢個人嘅一啲訪問嘅時候咧，佢就會聽咗一句好得意嘅説話。反正咧只要能夠瞓覺咧，喺邊度冇所謂咁。即係呢個巨星本身自己嘅人係咁諗嘅。咁但係咧佢去到最尾咧，佢就話咧我咧就真係冇所謂啦。但係咧亞沙娃會點樣諗咧？咁呢個亞沙娃咧就係即係相信係呢個矢澤嘅呢一個日文嘅拼音啦。咁但係咧講緊咧好得意一個現象就係咧講呢句説話嘅人咧，同埋呢個亞沙娃咧係同一個人嚟嘅。意思即係佢用一個角色去看待咗自己嘅行為。個情況就係我真係冇所謂㗎，我自己點樣都得㗎，我自己點樣 hea 都得㗎。咁但係呢個角色佢會點樣做咧？呢個角色佢會點樣諗咧？甚至乎佢會有一個諗法嘅，就係其他人會點樣會期待呢個角色做啲乜嘢咧？當你有一個咁樣嘅思考嘅時候咧，咁你就會初步形成一個咧想創造一個角色嘅一個概念啦。咁跟住咧就同你講啦，一個角色咧點樣去創造咧？咁頭先除咗我哋講嘅解釋度之外咧，我哋都有一個概念嘅。一般嚟講，
我哋假設如果我想投資好勁好叻，咁一定係會揾一個所謂榜樣嘅存在。呢個榜樣未必可能係巴菲特啦，好犀利一個角色。好多人咧都誤以為咧，咁我模仿巴菲特咧，咁我就會做到呢個所謂嘅角色啦。但係唔係，呢本書嘅概念咧，並非同你講你去模仿個憧憬嘅人，而係你係要去諗有一個嘅角色係做呢樣嘢。例如，唔知大家有冇睇《火影忍者》？唔知大家有冇睇《海賊王》？《火影忍者》同《海賊王》裏面咧，一個好得意嘅共通點就係咧，主角啦，佢唔會講話我想成為第一代火影咁樣嘅人，佢會講我想成為火影。路飛都係啦，佢唔會話我想成為羅傑，而係我想成為海賊王。呢個概念係咩咧？佢係講緊只要有呢個所謂身份或者所謂角色嘅過程裏面，你係會自己將一啲所需要嘅元素擺上嚟。例如你可能會將巴菲特嘅某啲元素擺上嚟，將屋企隻貓嘅某啲元素擺上嚟，將路邊清潔嘅阿嬸嘅某啲元素擺落嚟，去形成你想要嘅角色。你會見到日常生活中好多人有唔同嘅一啲特質，擺下擺下，你就會令到呢個角色更加鮮明。因為我哋有理想嘅狀態，必然我想點樣去做呢樣嘢，而一個角色去配合你咧，你就會更加靚啦。我啱啱就係諗起咧，就好似打 online game 咁啊，即係你個角色嘅，我又有啲裝備要整噶嘛，所以咧我就砌唔同嘅裝備咧，喺唔同人嘅身上咧就攞啲嘢擺上身上邊。係啦，咁可以令到成件事咧就你唔係一定要跟死嗰個人咯，而係你可以有唔同嘅元素擺喺度咯。好啦，咁咧跟住咧去到第三個部分啦，呢個角色咧就係點樣去令到佢去行動啦。咁咧佢話咧角色同行動之間咧就好似一個循環咁樣嘅，就好似一架單車又好，各項有冇？如果唔係淨係踩單輪車咧，講單輪車就屈機啦。咁如果你普通嘅單車，咁一定有兩個轆你先可以前進到嘅。意思嘅概念係咧，角色其實就會驅使咗行動，即係譬如頭先我哋所講嘅亞沙娃嗰個例子，佢會驅使到呢一個此澤永吉先生點樣去行一樣嘢。同個時間，當佢行動嘅時候，又會印證翻呢個角色嘅一個真實性，呢個角色嘅立體性，咁更加係將呢個角色更加具現化出嚟，咁樣展示呢個特質出嚟啦。咁但係咧，佢都提到啦，假設我而家有一個好理想嘅狀態啦 ，OK， 我咧理想嘅狀態就係我想讀好多書，我想成為一個知識好豐富嘅人，都去過圖書館啦，亦都掂晒啲書啦，亦都覺得好正啦，冇錯，我就想成為呢個人。甚至乎咧，我好想像到如果我站上台上面，好多人都覺得好正啦。咁我好中意呢個環境喎，係啦，第一步搞掂咗啦。第二步咧，我需要個角色咧，呢個角色係會飽讀詩書嘅，即係博覽群書嘅，甚至乎咧任何嘅意見咧，佢都會接受嘅、聽嘅、會思考嘅、會有回饋嘅咁樣。好啦，第二步，假設呢個角色就處理咗啦。去到第三步，假設我想博覽群書，咁樣咧好得意嘅喎。如果我嘅角色設計係博覽群書，但係如果唔能夠由第三者嘅角度去進行評價嘅話咧，呢個特質同冇乜分別。佢個概念係假設我而家又想做一個角色係，我呢個角色我想係做好人咁樣先算，我想所有人咧都想依靠我咁樣。咁你個角色係好仁慈、好慈愛嘅，咁但係你見到個阿婆跌親，你唔扶佢喎。咁你從第三者嘅角度嚟睇嘅話，甚至乎你坐港鐵唔讓座喎咁樣，咁你第三者嘅角度又會覺得咁其實你都唔係仁慈啫。用呢個標準去衡量你呢個角色嘅行為啱唔啱，match 唔 match 到你想要嘅方式。例如咧，你可能設定咗一個角色咧，係可能個嘴好臭嘅、毒舌嘅，個心嘅諗法唔好嘅，但係咧佢會口硬心軟嘅。咁可能咧，你就算見到阿婆跌親都好，可能你個心裏面咧佢不停喺度鬧阿婆阻住晒個項性咁樣，但係你都會扶起阿婆。咁啊，第三者嘅角度嚟講，咁你就係一個有慈愛心嘅人啦。用一個咁嘅角色去評價自己。咁啊，例如咧係呢個説話嘅方式、講嘢嘅方式，究竟你所設定嘅呢個角色佢係點樣諗嘅咧？佢講説話個模式係點樣嘅咧？佢會好大聲啊，好柔和啊，甚至乎好粗魯啊，定係好有禮貌嘅咧？同一時間咧，模擬下唔同嘅情景同埋行動。即係有少少係咧，我設定咗嗰樣嘢之後啦，其實我要審視翻咧，其實同我當初定嘅嘢咧係咪一致？冇錯，佢嘅行動會唔會合理？簡單啲嚟講啦，假設我哋簡化所有嘢啦嚇，我最想要嗰樣嘢，我希望所有人都尊敬我，所有人都信任我，所有人都視我為一個好值得學習嘅榜樣。假設係咁樣，你最想要嘅情景係咁，再假設所有嘅細節都定好晒啦。
咁啊跟住咧，你設定嘅角色係呢個角色好勤力嘅，好認真嘅，做事一絲不苟嘅。假設咁樣設計呢個角色，好啦，咁我想問下，咁你覺得呢個角色朝早起身嘅時候佢會做啲咩咧？佢會係瞓多5分鐘先啦，定係佢話即刻起身？後者一定係啦。咁如果你話呢個角色只擘大眼開始嘅時候，佢會點樣開始咧？究竟佢又唔刷牙又唔洗面咁樣，糊裡糊塗又去着下啲衫咁好唔精神咁翻工啦？定係話從一開始就已經起身設定晒今日要做啲乜，好清晰梳理晒所有嘢咁樣咧？咁相信大家都會揀後者，用一個咁嘅概念去審視翻所謂情景同行動，就唔係因為我知道現實中你真係好難見到阿婆跌親，跟住你即係見到個婆婆咁樣，好少人真係唔理佢嘅。所以你喺腦裏面咧就不停問呢啲情景，不停去切實呢個角色會做出啲咩行動。咁好正嘅，佢係咧講緊呢本書咧，佢唔係強調要大家自己去改變，而係呢個角色佢感覺會點樣行動，唔係要改變自己去改變，而係角色原來佢本嚟就係會咁做嘅。呢個角色出現嘅時候，其他人會對你呢個角色有一個評價，而呢個評價會令到個行動更加確立，同一時間又會再印證翻個身份認同。簡單啲嚟講，以我自己為例咧，我睇完本書咧，我都會用呢本書啊。咁我將自己咧設定成一個，即係我最理想嘅狀態就係所有嘅學生都好中意我，好聽我話，甚至乎呢個過程裏面咧都好希望咧大家可以嘻嘻哈哈開心上堂嘅，又可以學到嘢咁樣。咁我設計呢個角色咧，就係咧呢個角色叫鐘 Sir 啦，咁話入去學校教書，咁佢哋會叫我咁樣啦，一個稱呼啦。咁啊鐘 Sir 咧呢個角色咧就好風趣幽默嘅，咁啊對於同學仔咧會好寬容嘅，同視乎咧佢會好容易用好多唔同嘅動作啊、表情啊、聲音啊去吸引啲同學仔咧去聽，甚至乎咧呢個鐘 Sir 咧會有好多唔同嘅點子咧，好多唔同嘅 idea 咧去講下笑話啊、搞下笑啊，令到個課堂氣氛更加活躍啊咁樣嘅。咁呢個時候咧，當我去到真係去教書嘅時候，我呢個鐘 Sir 咧嘅角色就出咗嚟啦，轉換出嚟啦，我就唔再 Justice 啦，我係鐘 Sir 啦。咁呢個過程裏邊，我就做翻我之前設定嘅嘢啦，用唔同嘅方式咧搞下笑啦，同學仔又真係中意喎，真係會上堂好開心喎，咁就會令到我呢個鐘 Sir 嘅呢個角色更加之實啦，更加啲強啦。咁就變咗無論幾時，只要我上翻個鐘 Sir 身，咁成件事就會出現翻晒嚟啦。咁個概念亦都似咧，好似每個人打個面具，或者係即係好似 Iron Man咁着唔同盔甲咁樣嘅概念啦。咁假設唔同盔甲有唔同功能嘅話，咁你點樣先肯定嗰套盔甲係嗰樣功能咧？你一定要用咗佢，其他人知道呢套盔甲原來識得射火箭炮嘅喎，咁就更加記得呢套盔甲就識得射火箭炮啦。咁個概念係咁。咁佢講咧，唔同嘅面具亦都有唔同嘅立場啦。咁啊立場唔同咧，我哋嘅即係角色嘅性格啦、行動方式啦，甚至乎能力咧，都有所分別嘅，好得意。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如果我哋假設依家唔係翻工嘅狀態，好 hea 嘅狀態，好舒服嘅狀態嘅時候，係咁咧，我哋嘅行動就可能會比較懶散啦，速度反應思維比較慢啦，甚至乎咧連英文都唔係好識嘅，好得意嘅。但係當你一埋位，可能你一拎起個電話，一個外國人打過嚟，當你一翻工嘅時候，所有嘢就會英文極之流暢，思維極度清晰。即係講緊呢個角色轉換上邊咧，甚至就係能力都有所分別咧，就係呢個位置啦。咁可唔可以咁樣理解係我哋人生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噶嘛？係啊，即係可能係工作上邊有一個角色啦，跟住可能屋企嘅時候有一個角色嘅。冇錯。其實我可以不停去 set 呢啲角色，當唔同場景嘅時候我就攞出嚟啦。冇錯啦，甚至乎咧，你可以將呢一個所謂假設啦嚇，大家喺屋企可能係一個仔嘅角色，呢個仔嘅角色咧，你可以點樣去添加佢咧？你亦都有呢個編輯權嘅。甚至乎咧，好多朋友會對於個角色啊，甚至乎喺唔同嘅位置都會有啲嘅混亂啊，會覺得咁其實我要點做咧？甚至乎其實我依家係一個作為仔嘅身份啦，咁我又如何咧？咁樣咁其實咧，原因係我哋其實根本好少人會思考我做仔究竟我有啲咩終極嘅理想狀態噶嘛？係咪？咁其實你根本就冇理想狀態嘅時候，咁呢個仔嘅角色咁其實就係一個 NPC。個概念係咁啦 ，NPC 就冇一個任務，冇一個目標，冇去做任何嘢，甚至乎佢嘅概念就係身邊有啲咩抌落嚟，咪抌落嚟咯，有啲流走咪流走咯，左耳入右耳出咯咁樣。所以咧，如果你想將日常生活中嘅啲細節做好，你可以真係首先跟翻個第一步，即係破除晒所有框架，
同一時間咧諗下你最理想嘅狀態係啲乜，然之後咧再去設定下你個角色咧究竟需要邊啲特質 ，OK， 再好靚咁樣抌晒落去，跟住就行動。行動嘅時候咧，以第三者嘅評價作為標準。即係簡單嚟講，我一個孝順仔，假設我係莊子嘅角色係咁，但係老豆有啲咩需要，你又唔去幫手；阿媽要去有咩需要又唔幫手。咁喺第三者評價角度嚟講，你就唔係一個好仔啦。呢個角色就會崩啦，即係人設崩壞啦。咁所以咧，你就應該要學識做翻啲嘢咧，點樣去以第三者嘅角度嚟講，都覺得你係孝順嘅行為，就強化翻呢個角色咁樣咯。咁呢個就頭3步啦。咁啊，終於講到第4步啦，就係點樣令到呢個角色咧活躍去行啦。即係我哋而家有個角色啦，又有一個理想狀態啦。咁究竟我哋呢個行動要點樣開始咧？大家如果你哋有睇呢啲動畫或者劇集都好啦，主角身邊必然係會有伙伴嘅，必然係會有敵人嘅，必然係會有一個大環境、一個大嘅時代背景又好，大嘅地點背景又好，必然係會出現呢啲周遭因素。咁咧，所謂嘅伙伴啊、環境嘅各個項項都係好影響住呢個角色嘅行動嘅，甚至乎咧喺你嘅角度嚟講，呢啲全部都係登場人物。咁呢所謂登場人物咧，就個概念係咩咧？你可以自己做決定。因為咧，我就喺度諗緊咧，如果身邊我有啲朋友，假設我將自己定為一個孝順嘅仔咁先算啦。係咁嘅話咧，身邊嘅朋友有冇啲人係孝順嘅朋友咧？即係我有冇一啲伙伴一齊去行呢樣嘢咧？偉大航道上邊有冇朋友一齊同我去做呢樣嘢咧？咁樣船員係咁，我呢個概念就會形成人際。即係簡單啲嚟講，如果我係想一個睇書嘅人，係咁，我應該要去邊度啊？讀書會咯。讀書邊個讀書會啊？OK， 就係咁啦。咁你就可以去形成一班咧大家嘅人際，咁就可以更加確立你呢一個嘅角色啦。因為你有呢個嘅角色設定，甚至乎身邊嘅伙伴都係一啲咁嘅人嘅時候咧，係咁。你亦都可以選擇地呢個登場焦點喺邊一度？係咩嚟嘅咧？例如咧，如果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好多嘢信息萬變衝埋嚟，但係咧，如果我定義咗做自己一個好中意讀書嘅人啊，無時無刻咧我都會關注書嘅嘢。平時你喺地鐵裏面可能就係掛住篤手機，或者如果你設定咗自己係睇書嘅人，咁你喺地鐵度你唔應該篤手機啦，應該睇緊書啦，係咪？係咁嘅話咧，本身日常周遭身邊嘅嘢咧，你未必係去管理到或者注意到嘅。但係當你定立咗呢個角色嘅時候咧，可能你嘅焦點就會變咗。隔離車廂有人喺度睇緊本書喎，本書咩嚟嘅咧？ 及下先，有啲興趣喎。隔離嗰阿叔，原來佢唔係喺度睇姐姐跳舞喎，原來喺度睇緊啲文字嘢喎。會唔會馬經咋？咁應該又唔係嘅，馬經通常有聲嘅，一開閘應聲彈出啊！你個視線焦點咧，自然會變嘅，因為你個角色上咗身，本身你係一個好集中力好孱弱嘅人。當你上咗呢個角色身，呢個角色亦都好強烈地存在嘅時候咧，你可能真係會忽視身邊所有嘅聲音。咁呢個就係個焦點變化。咁佢又都講咗咧，如果環境啦，頭先講到環境啦、伙伴啦，咁你就可以想像下邊一啲嘅環境會有你所設定嘅嗰啲理想角色。好簡單，即係如果你係想做海賊王，咁我相信你點樣都唔會行入去森林裏邊啦，係嘛？你點都會行去海邊啦。即係如果你係想做一個武功高手，咁我諗你個目標都未必係入朝為官啦，你應該去揾啲武館啦。你會諗下你個目標嘅角色究竟會喺邊度存在咧？同一時間，第二你會諗下，我去到嗰個位置啦，我點樣融入去呢個環境咧？甚至乎第三，我點樣成為其中一員咧？作者有一個例子嘅就係咧，好多朋友都做 Slash 啦，而家因為會有個創業啦，得意嘅喎。佢呢個例子咧會令到我自己咧都打咗一身冷震嘅。意思係咩咧？佢話假設你而家係想創業，係咁話你自然而然，你根據第一點，你就會揾一啲有理想角色存在嘅地方啦。咁你就可能咧會去揾一啲以創業為目標嘅群體。例如大家一齊聚埋去討論下創業，咁原來佢話咧呢樣嘢咧係失敗嘅。概念係咩咧？好得意嘅。佢話以創業為目標嘅群體，呢班人只會以創業為目標。即係話你唔好以為多咗兩個目標嘅字咧就冇乜特別。但問題就係在於呢班人。就再聽多次，係只會以創業為目標，未有行動。
有啲會話，可能我會好諗緊一樣就係我而家有一份工，咁我又會想創業喎。咁但係創業嘅過程裏面，我又會 quit 份工，或者對我份工會有啲掙扎啊咁樣，我哋會想揾人商討下，跟住你就會入咗呢一啲咧，本身有一份工又會想去創業啲群體，大家互相商討。但係咁樣咧，亦都不能夠令到你創業喎。所以你要思考嘅就係，你想訂立呢個角色係一個企業家、創業家，係咁你要去集中嘅方向或者理想角色存在嘅地方，係已經創咗業嘅人。即係話，直接就係呢一班以創業家嘅群體，例如係真係已經個個都有生意嘅商會，或者唔係要你 join，但係你可以入去體驗下，去望下呢啲人，甚至乎可能係一啲唔同嘅企業交流會，你咪去交流下咯。甚至乎老實講，你冇人知道你係咪真係有一間切實嘅公司嘅嘛？即係你去到呢啲咁樣嘅聚會裏面，冇人會喂，你係咪真係呢間公司大佬嚟㗎？show 張 BR 俾我睇下，唔會有人咁問你㗎嘛。只要你話你自己係一個創業家，我已經創業過啲乜鬼，你就可能已經可以擁有呢啲資格去面對呢啲人，去見到呢啲人，去喺附近見到佢。所以咧，佢個核心就係在於呢度啦，唔係以呢啲人為目標嘅群體，而係已經係呢啲人嘅群體，結合個角色係同角色好重疊啊。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如果你哋想揾一啲咁樣嘅群體去融入成為其中一員嘅話咧，你要留意嘅就係咧，有陣時好多嘢好相似，或者好直觀地，你覺得你要 join 呢啲位置嘅時候咧，會導致到無效嘅發生咯。我想創業，咁梗係揾一啲大家以創業為目標嘅朋友啦。但係 sorry 唔得㗎，係要揾已經創業咗嘅嚇。同一時間喺呢個過程裏面，你要揾啲關鍵人物出嚟。啲關鍵人物就係你已經知道當中係最接近呢個角色嘅人。假設我想去設定一個自己係一個辯論高手，咁我要去諗下，究竟我身邊有冇啲咩人，或者我已知嘅記憶裏面、知識裏面、經驗裏面，有邊一啲人係最近呢啲角色嘅咧？可能係一個大法官，可能係一個好勁嘅律師，又或者可能係連續稱霸嘅一個辯論員。咁你就去留意下啦，去諗下呢啲人咧，佢中間係個背景啦，佢做過啲經歷係啲咩啦，或者參加咗啲乜嘢啦，以至到有佢今日嘅成就啦。中間個何行枝枝節節，所以呢個過程咧都比較辛苦嘅位置嚟㗎。咁啊，同一時間，假設咧你真係揾到呢個人啦，想做戲好好我想去學演技咁樣，哇最好戲，假設你當劉德華最好戲㗎啦。咁我想根據，但係諗下你點認識到劉德華先得㗎？佢個概念係，我雖然係好想認識佢，但係你根本冇可能冇資源去認識佢，甚至乎我夠想向巴菲特學習咯。咁點樣認識佢咧？點樣學佢咧？呢個作者咧亦都喺其他書裏面咧去借鑑一個概念，叫第三道門。如果假設我哋要去入一間商店咁樣啦，一道門係99% 嘅人都喺嗰度嘅。就係可能一般嘅顧客啦，排晒長龍啦，呢班人等極都等唔到入去啦。大家嘅方法都一樣啦，都係要等排隊啦。另一部分就係 VIP 入口，咁你有錢你就可以行得入去啦。咁佢話咧，第一嗰樣嘢咧唔係唔得嘅，但係你等好耐，甚至乎機會渺茫啦。第二個位置咁你有錢就得，咁可能佢話咧，咁假設你嘅設定嘅理想狀態真係需要錢嘅，咁你有錢可能做到你想要嘅嘢啦。第三個狀態佢係第三道門啦，就係。咁呢道門咧，咁我自己稱之為咩咧？員工通道。佢個概念係咩咧？佢就話咧，總會有一道咁嘅門係打開住嘅，任何人都可以入去嘅。但係呢道門咧係會匿埋喺啲暗巷入邊嘅。你係要背離呢99% 嘅人行入呢啲後巷裏面去摸索去行，你先會見到呢一道打開咗嘅門。簡單啲嚟講咧，即係話咧，你就算識呢個人，你都要用藍海戰術去識呢個人。你藍海戰術去接觸呢個人，就唔能夠同嗰班人打生打死啦。咁最後咧，實際上咧，佢真係贏到咯，佢又換咗個100萬獎金啦，就係咁啦。而家咧就去到第5步啦，就係大家有一個嘅夢想啦。咁究竟點樣將佢去行咧？其實概念咧就係將佢拆成個短期嘅目標。咁其實同我哋一開始咧所提及嘅嘢好相似嘅，就係咧講緊如果你個目標你理想嘅狀態好大啦，咁點算咧？就係將佢拆細佢。點樣推使呢個角色去行嘅時候咧，咁亦都希望咧你將呢個好龐大嘅行動咧去拆細佢。佢話咧目標唔一定要好遠大嘅，
可以細到呢個角色會有啲咩嘅行為舉止咧，其實已經係唔同嘅細目標嚟㗎啦。例如呢個角色佢會喺佢好攰嘅時候都會起身落去跑步，其實呢個過程已經係幫你好強烈咁樣推動緊呢個故事，令到呢個故事咧發展緊㗎啦。佢話咧，將人生咧當咗一個故事咁樣看待咧，站喺讀者嘅立場咧，令到呢樣咧睇起嚟好有趣嘅生活方式咧，咁呢個就係呢個角色佢要做嘅嘢啦。佢話呢樣嘢你可以更加客觀咁樣去看待自己，咁就唔好有啲對自己有其他嘅妄自菲薄啦，就唔好覺得咧我係做唔到嘅或者各項性啦，而係呢個角色佢行點樣衰點樣樣衰極點樣失敗極，你要留意都係呢個角色做嘅嘢，並非你，咁你就可以更加清楚咁咧去睇住呢個角色點樣行啦。佢頭先咪話拆細會慢慢去一步一步咁行啦，咁呢個係更容易令到佢達成嘅目標啦。但係佢有冇講到就係做完一個小小嘅目標嘅時候咧，佢自我鼓勵自己咧？佢有冇特別去提到即係做完咗目標之後係點樣？但係咧佢話頭先去講到去第3步嘅位置啦，即係你角色行動會有一個雙向嘅機制啊嘛，即係你可以透過呢個角色去推動自己行動，行動亦會引證到呢個角色。咁其實本書咧佢冇講到咧究竟有啲咩獎勵機制令到即係自己做點樣獎勵自己，而係其實你只要做到呢樣嘢本身印證到呢個角色嘅存在咧，已經係一個循環嚟㗎啦，呢個已經係個目標嚟㗎啦。咁只要不停令到呢個 loop 更加強大嘅話咧，咁呢個角色更加實淨、更加厲害嘅話咧，咁你無論幾時，只要你轉咗呢個角色上嚟，咁你就可以去行呢個目標啦。我都覺得有時咧做完個目標讚咧係好重要嘅。即係一個回饋係咪？一個回饋同埋一個推動力咧，更加你要繼續向前。咁咧佢話都可以思考啦，因為咧最個出 cheat 嘅位置咧就係所有嘅行動都係角色去行動，即係喺屋企。唔係 Justice 坐喺度，而係喺屋企係一個我 set 咗嘅角色坐喺度，一個仔嘅角色坐喺度。咁呢個仔嘅角色會點樣行咧 ？OK， 同一時間啊，呢個人又擺咗喺唔同嘅位置，唔同嘅角色，又會點樣行咧？佢話呢個過程裡面其實由頭到尾都唔係自己去行，而係呢個角色去行。咁啊，我唔知道大家睇到呢度有咩嘅諗法啦，可能會覺得咁咪即係咁我喺邊度咧？最後咧，我有一番説話都會歸納喺呢一度嘅，呢個角色點樣行先可以令到呢個故事發展睇起嚟咧更加有趣、更加吸引、更加開心咧？就係話咧，我哋生活裡面咧，譬如假設我想創造一個角色係佢工作嘅時候咧好犀利嘅，效率好高嘅咁樣。喺關鍵場面上面咧點樣去設定咧？所謂關鍵場面咧，亦即係大家可能喺一啲動畫裏面咧見到一啲名場面啊，一個場面一出現咧就係好記憶深刻嘅，嗰下嘅衝擊好強嘅。其實呢啲名場面咧，我哋係一啲日常中嘅任務啦，甚至乎我哋行動嘅啲目標嚟嘅。譬如我哋可以為一個決定性，假設我今日開會，我想將呢個開會嘅過程設定一個超級靚嘅情景，一個名場面，呢個係一個關鍵嘅位置啦。咁我究竟點樣做咧？就係我想喺呢個過程裡面會出現啲關鍵情景，先至叫做呢個名場面好衝擊地存在咗，未必全世界拍手。咁呢個就係我最想要嘅目標啦。第二就係用一個咧你非常之雀躍嘅形式寫低，咁同一時間當然去正面啦，擺多啲咁嘅形容詞咧，令到呢個平平無奇我講完台下觀眾拍手掌，變成當話不台下觀眾掌聲如雷貫耳，好勁咁樣，好嘅嗰種衝擊力咁樣，好雀躍咁寫低。如果跟住喺同一時間咧，呢個角色佢嘅感覺心情會好正，對自己肯定又高咗一層啦，會覺得自己又完成咗一個好重要嘅使命啦。跟住咧，將所有嘅內容咧，以一個容易啲記憶啦，同埋好流暢地告知、好流暢地表達嘅形式咧，去記錄落嚟。咁意思咧就係當你同自己呢個角色，或者令到呢個角色去行動嘅時候，你可以好明顯知道，我需要呢個角色喺呢個會議完結嘅時候，一聲音一停，所有人拍晒掌聲。咁樣嘅一個情景好實在，嗰個解釋度好高咁存在喺呢度啦。跟住咧就講行動啦，究竟點樣行動咧？佢都提到咧身心合一嘅，就係講緊我哋身體啦同埋心理上面嗰個，即係做唔做到啦，或者心理上面會唔會有呢個負擔啦，或者心理上面接唔接受到啦。咁同一時間亦都可以思考下嗰個嘅理性啦同埋感性上面會唔會
理解同接受到呢個概念嘅。跟住咧，究竟點樣決定去做呢樣嘢咧？就係佢話咧可以從3個層面去處理，就係咧喺呢一個戰略啦、作戰啦同埋戰術方面嘅個概念咧，講到神乎其神啦。咁但係實質上係啲咩咧？其實真係咧 OKR 加 action 嘅啫。咁咧所謂戰略咧就係目的啦，一個方向性啦，點樣將啲資源集中啦。所謂作戰咧就係咧你 key result 係啲乜嘢？你呢個過程裡面你想攞到啲乜嘢嘅計劃啦？點樣將呢個所謂嘅目的咧更加落實地去討論啦？幾時啦？咩地方啦？點樣啦？我要取得咩關鍵成果先至叫做向呢個方向前進緊啦？最後咧個所謂戰術咧就係點樣去做啦？行動啦？點樣去 action 啦？如何做？怎樣做啦？有啲乜嘢嘅準備啦？同一時間咧我有啲咩指標去證明咧我咁樣係真係行動到咧？個行動係有效嘅咧？跟住咧講緊咧推動故事嘅過程裏面咧，你將所有不安嘅嘢寫低。呢個過程咧其實都幾似華爾街狼人教你銷售咁樣嘅。呢本書其中一個嘅環節咧，佢講到咧呢個華爾街狼人啦，咁啊佢同 train 手下嘅朋友去進行一個業務訓練嘅時候咧，咁呢台下有好多人咧都會擔心究竟做唔做到喎。咁啊叫佢哋你所有嘅顧慮寫喺塊白板度，寫下你會發覺，其實我所擔心嘅嘢咧，唔係好多嘅，甚至乎寫下嘅時候，你發覺，其實呢啲嘢都其實唔係一件好大件事。好多時咧，我哋人害怕咧，都係害怕緊兩個方向，驚一樣嘢發生，同埋咧驚一樣嘢未發生而將來發生。咁如果我哋驚一啲發生咗嘅嘢，即係驚呢啲咧，可能佢會再發生嘅嘢啦，會令到自己唔知道點樣解決啦，希望有個解決嘅方法啦。同一時間咧，未發生嘅嘢咧，會產生焦慮啦，又會令到自己咧，究竟我可以點樣解決呢個焦慮啦？咁其實只要你寫低晒，所有有系統咧望一望咧，就會發覺其實驚俾人拒絕，咁其實有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嘅。咁你就可以將所有嘅不安寫低，有系統咁樣寫晒出嚟。咁同一時間你問人咧都可以處理到嘅。佢話當你推動故事嘅時候咧，咁有一啲不安咁嘅存在啦，咁你可以扮你自己要 send 一封 email 俾你尊敬嘅人。咁喺你 send email 嘅時候咧，呢個過程你就會想像究竟我要點樣將呢封 email 嘅內容，好多嘢喺個腦裏面麻花咁樣擰埋一齊，點樣去梳理佢，講得清楚，點樣去將呢樣嘢整理得更加有條理，希望我呢個尊敬嘅人睇咗，佢可以即刻俾到個回應我。咁當你寫完呢封 email 嘅時候咧，經過一啲傳遞一嘅整理，甚至乎將佢可視化之後咧，就會發覺，原來其實我所擔心嘅嘢都唔係咁複雜啫喎。因為通常一驚咧，一連埋情緒一次去搞入嚟嘅時候咧，咁你又好難去梳理翻咧，好辛苦。當時間咧，佢話推動故事嘅時候咧，點樣降低不安感咧？佢話第3樣嘢咧都幾得意啊，就係所有嘅 idea 咧，你唔好收收埋埋，唔好珍惜任何 idea。所有你諗到哇掂啊，呢條絕世好橋啊，全部當佢零，唔好過分打希望感情上去啦。係因為咧，佢話咧，如果你太重視某啲 idea 咧，覺得呢個 idea 正，一定成功嘅，哇搞掂一定發達啦，咁就會令到你個完美傾向催生咗咧，就會變咗你自己又行動上邊遲緩咗啦。同一時間失敗嘅時候咧，又會覺得我親手摧毀咗個咁好嘅 idea 啦咁樣。佢話咧，所有嘅 idea 咧，其實本身都係冇價值嘅嘢嚟㗎。點樣先可以有咧？就係透過你將呢個 idea 實行緊嘅過程裏面，呢個 idea 嘅價值先至會慢慢創造，價值先會慢慢出現。咁所以咧，呢個過程亦都係你 idea 去行咧，先有機會改進，先有機會成長嘅。咁佢話第4咧就係咧，你要留意下，好多人咧都會混淆咗2個概念嘅，一個叫做判斷，一個叫做決斷。咁所謂判斷係啲咩咧？因為好多人咧會將判斷同決斷撈亂咗，就變咗咧要做決斷嘅時候就做咗判斷，要做判斷做決斷，因為變咗所有嘢咧就撞埋一齊嘅。判斷點為之做得好，就係你首先要揾晒所有嘅情報。第2就係要去仔細地思考。第3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咧，決定呢個過程裏面咧，經過求證、經過驗證、經過論證，最後咧得出結論而去行動嘅。呢個過程咧好似系統二嘅，就係所有嘢都要好 details， 揾晒所有嘅證據你先至去決定去行。而決斷咧又唔係話似系統1，只不過概念就係咧要去做一個，就算你身邊嘅一啲資訊證明唔夠都好，你都要同自己講，我要咁樣去行，呢個就係決斷啦。咁所以咧，如果你需要一啲資訊去 support 你自己行呢個動作嘅時候咧，你反而又跳過晒啲動作，
調翻轉，你需要好決斷地去行嘅時候咧，就會諗啊，會唔會有其他嘅資訊可以幫到我咧？咁其實呢樣嘢就會係嗰個令到個不安感，甚至乎個不匹配咧，令到成個件事咧會更加複雜啦。咁佢就話咧，判斷又好，各項又好咧，一定係會有一啲缺陷啊、唔完美啊、未盡善嘅。喺呢個時候咧，就需要決斷咧去行出嗰一步啦。因為你資料搜集肯定係無限咁多噶嘛，係咪？時間咧，佢亦都提到咧，所謂決斷咧，咁啊都朋友會覺得哇咁。即係點樣嘅概念？咁咧佢提出一個概念就係咁樣嘅，就係有一個單向門同雙向門嘅概念。咁啊，我要問下 JB 啦。假設如果前面係一道單向門，你行咗入去咧就翻唔到轉頭噶啦。咁你門後面有啲乜嘢你唔知嘅？喺呢刻你會做啲咩啊？靜觀其變。靜觀其變，仲有冇啊？係啊，同埋睇下可唔可以裝下道門罅，會唔會有啲線索？OK， 有線索或者甚至乎可能做足準備先至推開呢道門啦。即係我唔知道門後面有啲咩噶嘛。佢話咧，遇見單向門嘅一啲情況，做咗唔能夠翻轉頭，就應該係放慢腳步，調翻轉咯。如果大家眼前係一道雙向門，即係你行咗翻去可以行翻嚟嘅，咁你會做乜嘢？咁我梗係入去睇下先啦，可以翻轉頭啊嘛。冇錯啦，佢意思係假設如果你係識別到眼前嘅一啲嘢係可以翻轉頭嘅。咁你應該盡早行咗呢道門去望下先，然之後先翻轉頭揾工具再闖關。個概念係咁樣啦。所以變咗咧，如果就算眼前面對住一啲嘅判斷、一啲嘅決斷都好，大家都可以用呢種方法去睇下究竟我適合係揾多啲資訊再推開呢道門，定係行咗先可以翻轉頭。好多時咧，好多朋友都覺得咧風險係一件好可怕嘅嘢，但係其實咧話俾大家聽咧，好多朋友咧都係嘴上說着不，身體很誠實嘅。咁我想問下 JB， 你願唔願意接受一個好高風險嘅投資啊？有超過90%你係會輸錢嘅，你會唔會去做啊？咁我都會照做嘅，因為仲有10%有機會成功嘛。但係我會擺嗰個份量咧少啲。OK， 就搏啦，非常之好啦。其實大家買六合彩咧係一件好高風險嘅嘢嚟嘅。好多朋友咧會將風險呢樣嘢咧視作為我輸幾多錢。輸銀碼越大先代表風險越大，其實唔係。所謂嘅風險係我輸嘅機會率有幾高。我買六合彩，我俾10蚊落去，我輸嘅風險可能超過99.9%。咁所以呢個過程裡面，其實係咪代表你唔應該去買六合彩呢？又唔係。咁所以個概念就係你應該係要去管理你身邊一啲風險，例如可能你一啲健康嘅風險啦、財務嘅風險啦。係有機會出現嘅，譬如假設 JB 一開始提到啦，可能想就算身體下滑都好，都會想一個嘅健康嘅身體，咪跑到步啊，做下啲運動啊。但係呢個過程裡面，即係話咧 JB 都想像到未來啊，佢會有一啲嘅健康有咁嘅情況嘅時候，係咁你應該要做嘅係，你今日知道未來咁嘅情況，你就可以去將呢啲風險逐步降低。希望喺將來呢個風險爆發嘅機會率越嚟越低，甚至乎咧爆發嘅嗰下咧，你可以有主導權。所謂風險咧，其實都係不外乎幾個方向嘅啫。第一就係迴避呢個風險，第二就係你可以處理呢個風險，第三就轉嫁呢個風險。所以當你見到呢個唔同嘅風險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選擇用唔同嘅方式去處理。咁咧佢最後亦都講咗一句啦，就係咧失敗咧，好多朋友會覺得係對自己啦會有一個好差嘅行為，但係如果佢話將呢個故事嘅思考套現翻出嚟，就係咩呢？我只不過係角色行動啫嘛。角色失敗會唔會令到你覺得呢個故事即刻要棄坑唔睇呢？即係好簡單，即係可能名人係考唔到中忍失敗咗，見路飛可能係俾人定團打散晒咁樣。咁你呢啲都係失敗嚟噶嘛？係咪會因為呢個角色面對失敗，你會即刻棄坑唔睇呢個故事呢？唔會啊嘛。調翻轉，你會更加會想睇嘅就係當你失敗咗之後，呢個故事點樣發展落去。所以其實各位朋友都係嘅。如果你面對住失敗，其實你應該係想像下呢個角色遇到失敗嘅時候咧，你應該係諗下點樣做呢個角色先至可以行翻出嚟。呢個角色面對住失敗啦，佢點樣去處理咗佢？點樣先可以令到呢個角色嘅故事變得更加有趣？因為咧好得意嘅一個故事，如果係冇失敗嘅話咧，係好唔好睇嘅。即係例如你諗下3隻小豬咁先算啦，好嘛？3隻小豬一出到嚟，3隻小豬合計起咗個城堡，我一隻灰狼過嚟吹都吹唔喐，走咗去，故事好唔好睇啊？你點都會有隻大豬俾人吹走，二豬俾人燒咗間屋，你先至知道三豬哇冇錯啦，先得出呢一個
嘅故事發展先要開心。如果唔係佢哋三個一開始起個鋼鐵城堡，起咗個根揼出嚟，唔好睇啦，個故事完咗啦。可能反而個角色咧就調轉一隻睇咗灰狼啦。係啦，可能冇錯冇錯啦。喺個角色上邊嗱，調翻轉，如果真係三隻小豬起個鋼鐵堡壘，如果我哋喺灰狼嘅角色嚟睇，哇！呢個鋼鐵堡壘打幾次打唔入，係咁你係咪更加會想睇下呢個灰狼最後點樣食咗三隻小豬？係啊，就係咁樣咧，失敗先會令到故事更加吸引，更加你想知道個角色點樣去克服呢樣嘢。調翻轉，如果喺日常生活中你面對失敗，你要留意嘅係你所設立嘅角色係面對失敗啫，咁你就可以更加客觀去睇呢樣嘢。同一時間，故事冇終點嘅，好多朋友會覺得咁我係咪設計咗個角色就代表我無敵啊？我設計個角色行嘅咪一樣係我決定要點樣行？咁係咪即係最後都係本書係廢嘅咧？咁佢話唔係嘅，佢咧引述到咧一個漫畫家咧佢嘅一個訪問啦，或者一個嘅諗法啦。佢話呢個漫畫家咧，佢畫漫畫嘅時候咧，佢話發生一件好離奇嘅事喎，就係咧原來呢個漫畫家咧將呢一啲咁有個性嘅角色安排喺同一個情景裏面嘅時候咧，好得意嘅喎。呢啲角色會擅自行動嘅喎，擅自行動嘅意思係咧，呢個畫家係啊，佢隻手就係畫緊個故事，佢腦裏面講咗句咁樣嘅説話，搞錯啊！你唔好咁啦，你唔好咁行啊咁樣。嗰個漫畫家有咁嘅諗法，因為佢話咧，因為角色嘅設定咧好鮮明，係根本冇機會經過佢嘅大腦去安排呢個故事點樣行，而喺呢啲角色同角色之間嘅化學反應咧。即係好簡單，本身 A 角色同 B 角色咧兩個水溝油咁樣嘅，可能咧今次佢兩個夾埋要打一個 boss 咁樣，咁我兩個漫畫家畫咗 A 角色或者 B 角色出嚟嘅時候咧，佢嘅心諗一定要打 boss 啦，結果咧佢係忍唔住啊 A 角色你唔好再鬧 B 角色啦，打 boss 啦 ，B 角色你又唔好還拖啦，打 boss 啦，合作未你兩個，即係原來你角色咁鮮明嘅位置嘅時候咧，角色自己係會有行動，所以咧就唔係話我設定咗個角色係雖然行動嘅肉身都係我哋。假設我設想咗我自己一個中常一個角色咁樣去面對住班小朋友嘅時候，當小朋友覺得上堂悶，或者佢覺得上堂唔夠好玩嘅時候，原來你真係會不加思索地喺瞬間諗到一啲嘢去幫佢哋咧重燃起興趣。呢個會唔會似係咧？平時咪有啲演員啦，咁佢有個劇本代入咗個角色嘅時候啦，佢抽離唔翻出嚟，就咧成個人生咧就變咗個角色啦。似係呢種情況啊，就係你當你投入落去嘅時候咧，你根本係冇咗自我咯。所謂演技由外而內就由內而外啊嘛，係咪？咁所以呢個過程裏面，可能真係啲角色套入咗落去，久而久之真係會變咗自己，都唔出奇。因為所謂即係 Amy Cuddy 嗰個講嘅 fake it until you become it。咁可能做下，本身你係扮一個仔嘅角色，但係當做下，可能你抽離唔翻呢個角色。真係好全心全意去做呢個仔嘅角色，為何不可呢？咁個時間呢，咁啊未來都冇辦法預測啦。之前呢，我睇即係黃子華嘅一個棟篤笑啦，佢有講到即係如果自己係一個主角，呢套戲叫咩名呢？就《茄喱啡的一生》啊嘛。咁但係反過嚟講，其實係咪真係每個人都係自己成長故事嘅主角呢？咁老實講，我哋人生呢，可能習慣都係作為配角，總係會成為咗其他人光芒之下嘅啲陪襯。但係其實反過嚟諗下，你可能都係其他人世界嘅主角，最少呢本書有你去讀緊，你係呢本書嘅忠實讀者。咁所以咧，希望咧介紹完呢本書之後咧，咁啊即係都落咗好多時間啦。所有朋友可能目前而家面對住一啲辛苦難關，或者係面對住啲唔知點樣解決嘅方法。咁希望呢一個本書可以帶俾你一個全新嘅角度，可以俾你感覺到。你唔係自己呢個肉身去面對住所有嘅痛楚，而係你可以設計一個角色，而呢個角色佢每逢面對難關都能夠化險為夷，都能夠喺絕望中成長，絕望中爬翻出嚟，可以令到大家面對住身邊嘅一啲難關嘅時候都可以去面對住處理晒眼前嘅一啲威脅、一啲問題、一啲焦慮。今集花好多篇幅就係最終想同大家講呢樣嘢。咁今集亦都去到呢度啦。咁希望咧，如果大家聽完之後咧，咁覺得好嘅話咧，咁就可能 like 啦，咁或者幫手訂閱啦，跟住 share 俾身邊一啲中意睇書嘅朋友啦，中意分享嘅或者中意有啲書想同我哋交流下嘅，亦都可以留意下我哋嗰個書識圈嘅一個讀書會嘅活動啦，就係咁啦。咁我哋今集就去到咁多啦。咁各位，拜拜。好，拜拜。